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列王纪上》第19章。阿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的事，甲伊引导台西巴利所有的先知的代志，拢甲亚西别讲。亚西别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明仔载这个时，我若无处你的性命，亲像你处因逐个人的性命。愿神明加倍责罚我。以利亚着惊，就赶紧逃命，来到犹大的伯示巴，将仆人留伫遐。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来到一丛罗丁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到夜啦，上主啊，但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伊就倒伫罗丁树骹困去，有天使来答伊，讲起来食。伊利亚一个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搁有一bàn水，伊就食就啉，搁倒落去困。上主的使者第二遍过来甲答，讲起来食，因为路遥真远，伊就起来食，起来啉。靠即边食会力，行40暝40日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昨天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战450个巴利的先知，后面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而在得到完全的胜利上帝的名被高举，而这450个巴利的先知也都在基顺河边被杀，但是呃，故事并没有想象这样就落幕。亚哈也没有预期的就彻底的认罪悔改，反倒是19章亚哈把这事告诉他的王后耶喜别，就是耶喜毕。耶喜毕的名字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巴利的王子在哪里？巴利是高贵的。那也有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愿嫁巴利所以啊，这个叶巴利的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这个名字呢，就是我愿嫁巴利，巴利是高贵的、尊贵的。但耶喜别呢，显然即便看见他的巴力先知都被杀，但他没有要悔改，也没有要承认耶和华是神，他要用人的手段，就是派使者告诉以利亚，明天这时候他要取以利亚的性命，如同以利亚杀了这些巴力先知的性命一样，否则愿神明重重的惩罚。但很多人都无法了解，纳闷为什么这句话让以利亚听见就害怕。第3节，以利亚害怕。好，那这个害怕呢，它原文意思就是看见。好，以利亚看见，好，那或是以利亚害怕，那他到底在怕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完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觉得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前一天他这么勇敢的去挑战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那一天之后，英雄怎么马上变成狗熊？那他逃命呢？而且第3节逃到哪里？好，一路逃到160公里往南的犹大别是巴。别是巴在创世纪26章，那也就是7倍盟约之井7倍盟约之井的意思从创世纪就有在这个地方列祖就在这里来出入。那他呢甚至呢到了别是巴，就把仆人留在那里。那自己呢又走了一日的路程，到了一棵树下。那在那树下呢，他就跟上帝祷告求死了。好，所以这个求死呢，也是一个祷告，说神啊，够啊，够了，好，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那
他的祖先没有人能够像以利亚行这样的神迹啊，好，包括乌鸦叼饼、寡妇家里面的坛、好面粉坛和油瓶，还有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甚至在加密山上，好直接对决巴利亚瑟拉的先知，但他却在这里呢，好一副觉得自己很窝囊、没有用的样子。他做了这样祷告，他就在罗藤树下好就睡了，好就想说上帝会听他的祷告，好把他接走啊。那我们从这个地图来看，他从加密山好来到耶斯列，那隔天耶喜碧皇后要取他的命，那他就一路好走到南边的别是巴，在一个罗藤树下。那罗藤的意思就是小的松树，那在那求死，好，等待上帝取走他的性命。但是呢，上帝没有取走他的性命，好反而有天使两次来拍他，叫他起来吃。起来之后，他看见在他的头旁边有用石头烤的饼，哇，那还有呢一壶水。那这次又比前面在基利溪或是萨勒法更神奇了，好前面还有乌鸦，还有寡妇，这下次呢是不晓得谁送来，好但是呢天使来叫醒他，而且呢他第一次吃完了又在睡，想说继续不想动，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但天使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哦，所以以利亚第二次起来吃，就靠着这些的饮食的力气呢，走了40昼夜，走到哪里呢？走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地方谁曾经去过呢？好那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第1节。摩西呢也曾经逃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的意思就是沙漠。好，那大部分的解经家呢会把这个何烈山等同于就是西乃山。那从别是巴再一路往南到西奈半岛的西乃山，那这段路呢有370公里。不过在圣经的考古当中，这个西乃山可能不是在西乃半岛，而是在米甸的地方。好，所以从另外这张图，我们看到在近代的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在做比较分析，认为西乃山不是在西乃半岛，而是在阿拉伯的米甸地区。好，那它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和根据啊，而且呢，好听起来会比较合理。好，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呢，就不是观光区，好是管制区是不能够随意进去的。那呃还有就是摩西、以利亚都来到一个地方，都来到同样这一座何烈山。那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17章，耶稣登山显容变貌。好，那在耶稣登山变貌的时候，山上就有这些门徒就看见有3个人，一个是耶稣，然后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所以他们就在山上，就在那边对话，讲话，甚至门徒还说，要不要为他们搭3座棚，那给他们能够在那边住下来。那所以摩西、耶稣、以利亚，好，那他们呢3个都有共通点，好，第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有40昼夜，禁食40昼夜，这样的经历。那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来到山上，只是耶稣有没有到何烈山？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看见耶稣登山，显荣。那在最后呢，这些门徒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我们继续再看第9节，伊到遐入去一个洞，伫遐过暝，忽然上主的话临到伊，对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在创什么？伊应讲，
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因倒杀你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笑想我的性命，要杀我。上主讲：你出来徛伫山顶，伫我的面前。迄时上主经过，伫伊面前有大国强的风，山崩石裂。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上主嘛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伊利亚听见，就因换衫黄面出去徛伫洞口。忽然有声临到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在创什么？走了40昼夜，以利亚来到何烈山，他又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在洞里就过夜。那有声音，神就对他说话：你在这里做什么？那看起来好像上帝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来这里，但如果我们反复多看这段经文，那上帝是要对以利亚扪心自问，他到底为什么来到这里？所以以利亚的回答就是为什么他会听到耶洗必要杀他，他就逃跑的关键了。他回答他为神大发热心，大发热心的原文就是2个嫉妒他为神嫉妒，因为以色列人不守神的约，毁坏神的坛，用刀杀了神的先知，包括耶洗必。昨天我们也看到耶洗必杀了许多的先知，但有亚哈的管家俄巴底亚藏了100个先知。现在呢，只剩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那这句话呢，就是为什么以利亚要逃跑的原因，要逃命的原因，因为他不能死，他如果死了，这个国家就没有先知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上帝的仆人了，上帝的器皿了，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逃命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上帝没有回答他，反而叫他从洞穴出来，到山上，透过狂风、地震、烈火，最后是用轻微细小的声音，要对以利亚说话。而在第9节说，以利亚进了一个洞，那个在原文当中是有个定冠词，就是以利亚进了那个洞，那个洞。所以表示说这个不是普通的洞，这是一个有名的洞，有记录的洞。那也是在摩西的经历当中，在出埃及记33章22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跟上帝求，说他如果在上帝的眼前蒙恩，求神让他可以看见。那上帝呢，就让他在一个地方，然后在磐石上，上帝的荣耀经过，上帝会让摩西从磐石的缝用上帝的手遮掩，他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背，却看不到上帝的面了。所以这个洞跟这个经历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对照。所以摩西跟以利亚会有这么强的连结。但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刚才讲马太福音17章，把这3个人都串联起来了。那微小的声音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到西乃山如果不是在西奈半岛是在阿拉伯的米甸那在那个考古出来的西乃山的确山上是有一个洞这个洞的样子大概是这样那而且摩西筑的坛搭的12个柱子都有这个可以对照的遗迹甚至这个西乃山的山顶是黑色的那都可以有对照出来了。好，那在这微小的声音呢，问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14节，伊讲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因倒杀你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个，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杀我。上主甲伊讲，你去
照原路倒去大马士革的旷野，到遐了后，就引由抹哈实做叙利亚王，抹临时的孙亚户做以色列王，搁抹阿伯比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将来无互哈实杀死的，为互亚户杀死；无互亚户杀死的，为互以利沙杀死。总是我伫以色列中有留7000人，因的骹头有毋捌跪拜巴力，毋捌用喙角针。上帝不是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要来这里，是以利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以为他死了，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就没救了。所以在第10节、第14节啊，2节以利亚的答案，上帝问2次，好，一次是在洞穴当中对他说，一次是叫他出来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好，但是呢，以利亚2次的回答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一字不差。好，他不能死，好，因为只剩下我一人。但上帝怎么告诉他呢？上帝告诉他现在回去。他走了快400公里，来到神的山，而且是40昼夜。现在神要他回去，去哪里呢？好，第一站，好，去大马士革的旷野。好，那以利亚现在在西乃山，大马士革呢，好，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好，是亚兰人，好，叙利亚的地方。去那里做什么？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哦。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好，没有在以利亚时候发生，好，是在以利沙的时候，就是以利亚的徒弟。列王记下的第8章第15节。而且呢，哈薛后来就篡了便哈达的位啊。而且这个亚兰王哈薛呢，他从列王记下的第8章，他的篇幅出现的篇幅也很长，从第8章一直到王下的第13章，好，哈薛呢都一直在影响着北国以色列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任务，好，就是去膏一个外国的国王，好，要来兴起一个国际的新的势力。第二个任务是16节，去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哦。那意思也就是要让这个暗利家族，现在的亚哈王，那他们的王朝呢会有一个终点，那交到耶户的手上。那耶户呢，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他。好，那我们会到列王记下第9章，好，会看到耶户他的介绍。好，他是约兰的元帅啊，但也不是以利亚去膏他，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去膏了耶户啊。好，在列王记下的第9章。那第3个事情啊，所以现在外国上帝要以利亚原路回去，去膏一个新的这个亚兰王，然后呢去膏一个将来新的以色列王，这都是未来事。然后第3个去找亚伯米和拉人，好，亚伯米和拉好是在这个约旦河的中间哦，那也是离这个可能提斯比就是以利亚他的老乡不远的地方。那有一个人叫沙法，这个沙法呢意思就是审判，或是他以审判。他的儿子叫以利沙，以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沙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是拯救。那去那边膏他做先知来接续。那这3个人呢，就是有3重的网罗。17节说，将来逃过哈薛亚兰王的，就会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上帝呢，有他的审判管教的时候。以利亚他不用担心，他不用为了耶洗别的一句话，觉得这个国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这个国家要完蛋了。没有，上帝让以利亚看见将来的事，就是上帝要透过外国的亚兰王，
透过另外一个以色列新的王朝，就是耶户的王朝，要来修理这个亚哈家族的罪。那还有第三个，以利亚呢，你也很辛苦了，上帝要让以利亚呢，去寻找接班人，而且都帮他找好了，叫做以利沙，就在亚伯米荷拉的地方哦。第18节，上帝说：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我想这句话呢，就让以利亚他所有的害怕瞬间都消失了。原来光在以色列当中，就有7000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的管家厄巴迪亚，他也藏了100个先知。那现在以利亚以为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努力的服侍，其实没有，上帝还可以有7000个人，随时都可以使用他们。所以罗马书第11章第4节，也引用这一段的记载，神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那保罗引用这一节呢，就是来告诉罗马人，罗马的基督徒。我们服侍这些外邦基督徒，服侍神呢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啊。好，如果是靠着行为，这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强调的就是外邦人要得救，外邦人得救不是他们有任何的好行为，完全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同样回到这里的列王记上19章，以利亚呢也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不是在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因为以利亚认为说够了，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我比不上我的祖先，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如前面的这些列祖，觉得自己的努力表现不够，但是呢，上帝要让他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最后3节，19节，以利亚就离开遐，后来找到沙法的囝以利沙，以利沙拄在犁田，伫伊的头前有12对牛，伊家己赶第12对。以利亚经过遐，将家己的外衫搬伫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将遐个牛放地，走去立以利亚，对伊讲：请互我大身甲我的爸母相时，后来就来缀你。以利亚甲伊讲：你通倒去，就会记得我有对你做什么。以利沙就对遐倒去，抬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做茶煮肉，互众人食，互众人食。后来，以利沙就起来对以利亚服侍伊。好，那上帝给以利亚从神的山何烈山，3个回家作业。刚才有说，前面2个，其实他没有去做到，都跟以利沙有关，都是以利沙去做的。但是呢，第3个呢，是离开的路上，就直接遇见了以利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耕田，所以表示以利亚已经走回到亚伯米荷拉约旦河这个地方，果然遇见了以利沙。而这里形容以利沙在耕田，他的前面有12对牛，好，那就是24只牛。就算在今天，我们也很难看得到有人用24头牛，在耕种，表示说他的牛非常的多。那所以呢，这里也在表示以利沙呢，他的出身背景呢，跟以利亚大不同哦。他可能是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而以利亚经过他没有说话，只有这个动作，就是把他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这个动作呢，在圣经当中不常见，但是以利沙似乎就明白，这样的动作，可能是一个呼召或是一个传承的意味，所以以利沙就放下那12对牛，跑到以利亚，说：请你先让我先与父母亲亲吻，那现在和本修订版翻成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那以利亚说：因我对你所做的事，你去吧，然后回来。这句话呢，在原文当中
的翻译比较困难哈，有翻成你去吧，然后回来，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好，用问句。好，那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忘记我向你做的事情，或是我现在向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衣服搭在你身上，这是很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哈，就是以利沙传承了以利亚。好，那甚至我们在列王记下，好，就是第2章，以利亚要被接上天的时候呢，好，那他就求啊，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那当以利亚乘着旋风升天之后呢，好，什么都没有留，留下来什么呢？就留下来，好，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哦，好，所以这里可能有一个铺陈，好，那但是呢，其实以利沙早就已经搭到这件的外衣哦。好，那以利沙呢，他回去，好，果然就吻别父母，那也宰了一对牛，好，就是2头，然后把牛的器具呢，好，来生火，好，然后煮肉，煮牛的肉给百姓吃。好，那这可能是一个变卖一切，好，或是就是一个下定决心，好，或是一个道别欢送。总之呢，好，那以利沙就开始跟着以利亚。好，前面一开始我们还看到以利亚的仆人，好，被留在别是巴。好，但是去了一趟何烈山回来之后，现在以利亚的仆人，好，那变成的是以利沙。今天这一段的金句是在第10节，以应讲，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引倒抬你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抬我。很多时候服侍不是非我不可，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以利亚的这个心境了。这个工作没有我不行，这个服侍没有我不行。但是我们从今天列王纪上的第19章看见神呼召以利亚，也在提醒今日的服侍者或领袖，事工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而我们更要学会将外衣搭在同工或是下一代的身上，甚至放手来建立传承的团队。我们的生命才不会在服侍、在崩溃、在快要累倒之下而绝望，而在喧嚣的世俗的时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安静呢？好像以利亚，他就算来到了神的山，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听见那细小的声音，不，因为有太多的烈风、地震和火。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听到神细小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听到更后面，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愿神的话藏在日常安静微小或看似不起眼的感动中，带给我们能够有清晰明确的服事意向与蓝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一章当中，我们有许多值得学习还有反省的功课。我们或许在忙碌的服事、工作、家庭、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来听你那轻微细小的声音，而我们没有真正领受到上帝你对我们永恒的心意，或是长远的计划。求你让我们能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更不是依靠自己不要认为很多的服事是非我不可。我们的服事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谦卑来服事，也相信你会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国家，有7000个是未曾向偶像屈膝，未曾亲吻偶像。上帝，你随时都可以调动他们来服侍你的国，成为你的器皿。感谢你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机会，也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更懂得去传承，能够兴起下一代继续来跟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